歡迎嚟到10點解密。大家好，我係 Air。今日我哋一齊嚟講一個來自2060年嘅未來人。再次歡迎你哋啊！又到10點，大家好，我係 Air，歡迎嚟到10點解密。今日呢，我哋就講一個比較輕鬆啲嘅一集，就係一個呢自稱呢係由2060年翻咗嚟嘅一個未來人。咁佢真實出現嘅時間呢，就喺2019年嘅。咁佢嚟到而家呢，已經有5年啦。所以今集呢，我哋可以一齊扮勁呢去 judge 佢。咁就睇下佢講呢一啲嘢呢，係真係應驗到啊，定係真係佢又係嗰啲即係好留意時事啊，睇好多新聞啊，跟住就喺度扮勁嗰啲水王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開始呢講一講呢個未來人。咁呢個未來人呢，就喺2019年嘅6月22號呢，就出現喺國內啊大陸嗰度呢一個社交網站叫做豆瓣裏邊。咁有兩個小組呢，一個叫做窮遊小組同埋叫蘇珊米勒小組嗰度出現嘅。咁呢個未來人呢，佢個網名呢就叫做 KFK。咁佢一出現呢，就向全世界去宣告佢就係一個時間裏邊嘅窮遊者。咁即係好似係一個 time traveler 嘅一個 backpacker， 即係好似個背包客咁嘅身份，但係呢，就進行緊一啲時空嘅旅程嘅人咁樣。咁呢，佢就出生於2020年喺上海嘅靜安區啊！你睇下幾有趣，佢呢就嚟自2019年嘅，但係出世呢就喺2020年幾 dramatic。咁佢自稱呢，佢係一個男性，咁已經係結咗婚噶啦。咁佢太太呢，就出生喺2019年嘅。咁喺2020年至到2028年呢個期間呢，佢就生活喺上海，跟住其次呢，就係喺昆山、湖州同埋寧波嘅地區嗰度生活嘅。咁2048年之後呢，佢就因為一啲安全嘅問題，所以佢就移民咗去澳洲。咁佢形容呢，2019年呢，就係呢一個世界裏邊一個好黃金嘅一年，即係有好多大事件，有好多改變世界嘅嘢都喺呢一年嗰度發生。咁所以呢，佢就選擇咗喺呢一年嗰度出現。咁亦都呢，選擇咗豆瓣呢一個 forum 去同大家去討論。咁佢出現咗呢個時間裏邊呢，佢同好多人係討論咗好多嘅問題嘅。咁我而家就由呢一度開始呢，就將我捉到嘅問題就逐個去問同埋答咁樣去講俾大家聽。咁我哋就一路講嘅時候呢，我哋大家就一齊去 judge 下啦。咁之後呢，去到最尾呢，我都會講一講我嘅感受，即係對呢一種未來人嘅感受，同埋佢講嘅嘢可唔可信呢？咁我就會喺講晒呢一啲佢啲對答之後呢，我就會分享俾大家知。咁因為佢嘅對答呢都比較多嘅，咁我就唔想喺中間呢，我成日都加埋我啲個人意見落去呢，就拖到件事好慢。咁呢，我哋就輕輕鬆鬆就一路係聽下呢啲對答，就一齊笑下或者去 judge 下咁樣啦，好冇？好，咁我哋開始啦。咁第一個問題，未來人類出去旅行係乘坐乜嘢交通工具嘅呢？咁佢就答啦，科技發展呢並冇想象中咁遙不可及嘅。喺2048年之前呢，旅行呢係仍然要靠飛機同埋呢啲磁浮嘅列車嘅。第二個問題，你係人定係機械人呢？佢就答，我係人。第三個問題，見你提到戰爭疾病好多次，呢啲邪惡國家係指後邊發生戰爭嘅國家嘛？呢次戰爭嘅規模有幾大？係咪使用咗大型嘅核武呢？帶嚟嘅破壞之後最大嘅技術進步係咩領域啊？咁佢就咁答，係全球性嘅戰爭，中心咧喺3大洲嘅交界處，比個別使用核武器咧係更加恐怖。戰爭之後咧係冇技術上嘅進步，但有精神上嘅進化，否則咧佢話我就唔會喺呢度出現啦。好，第四個問題，係邊一度嘅戰爭啊？咁佢就答，牽扯到全球咧2個世界嘅文明，地點咧係3個大洲嘅交界，我只可以講咁多啫。第5個問題，
戰爭嘅形式係短兵相接啊、炮火紛爭啊，定係呢傾向於一啲數據模擬嗰一種啊？咁佢就咁答，係屍首成堆、血流成河。哇，咁都幾恐怖啊！第6個問題，請問中國最近嘅一次最大規模嘅戰爭係幾時啊？係咪發生喺沿海㗎？咁佢就咁答，唔喺中國本土嘅，喺三大洲嘅交界。咁即係又係講緊頭先嗰個大戰。第7個問題，近幾年會有戰爭嗎？咁佢就咁答，2048年之前呢，唔會有全球性嘅戰爭，但係局部嘅戰爭呢係冇停過嘅。咁我諗中東啊，特別係非洲啦，咁我識一啲非洲嘅朋友，咁佢哋嗰啲家園呢，其實嗰啲新聞每日都係打緊仗，好恐怖。好，第8個問題，洪水爆發生喺邊一年呢？咁佢答，未來呢唔會有洪水，但係會有熱浪同埋極端嘅高溫呢係煎熬緊我哋嘅。咁第9個問題，你喺2060年仲買唔買得起樓啊？咁佢就咁答啦，2060年嘅樓呢係唔係貴重嘅物質嚟嘅？哇，如果係咁就好啦，咁人呢就可以更加專注翻去生活嗰度，就唔使做樓奴啦。好，第10個問題，100蚊可以買到啲咩啊？咁佢用普通話去問啊，100塊咁嘅意思。咁佢咁答啦，2060年呢，貨幣係冇塊呢一樣嘢嘅，即係冇100蚊嗰個意思。咁可能係咪去中心化呢？咁可能係啦。第11個問題，國家開始分配對象了嗎？佢就答啦，沒有。第12個問題，地球各方面嘅狀態係點啊？人類揾到清潔替代嘅環保能源未啊？大家過得開唔開心啊？更焦慮啊，定係更幸福呢？咁佢就咁答，更焦慮，因為饑荒、地震、戰爭咧係非常之頻繁，有唔少人呢仲懷念翻呢2000年至到2030年之間嘅美好時光。哇，咁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先係喺天堂，我哋仲未落地獄。好，第13個問題，點解要嚟2019年啊？咁佢就咁答，因為今年咧地球上有好多事情發生啊！望翻轉頭咧，呢個係人類轉折嘅一年。喺2049年呢，有一部智慧嘅卡劇啊，你可以理解呢，佢係2019年嘅網劇咁樣啦。名字呢就叫做2019，係一部懷舊片嘅片嚟嘅，仲要係全球熱播。咁2019年就真係幾多事發生。第14個問題啦。美國仲存唔存在呢？ Donald Trump 仲連唔連任到呢？咁佢就咁答啦，仍然存在。Donald Trump 咧會繼續連任嘅。哇，呢個真係勁喎！即係如果2019年呢可以講到 Donald Trump 會連任呢，其實係極度難去預測到嘅。咁跟住仲有，佢話 Donald Trump 咧係會連任嘅，但係佢會將面臨咧嚟自親人同埋反對佢嘅人咧，俾到佢巨大嘅壓力。咁我哋真係要拭目以待啦。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當選咗，我哋就睇下佢係咪真係會俾親人去攻擊翻佢轉頭呢？好，第15個問題，請你話俾我聽未來2期雙色球嘅開獎號碼。唔該晒。話呢個呢，我諗10個呢，即係你哋聽緊嘅人10個有9個咧都想問。咁佢就咁答啦。Sorry，我需要咧遵從呢個時光旅行嘅約束，所以呢，我唔可以答你呢啲膚淺嘅問題。膚淺係我加㗎，唔好意思。第16題啦，南極仲喺唔喺度呢？咁佢就咁答，喺度。第17個問題，人類可以去火星旅行嗎？咁佢就咁答啦，唔可以。但係咧，衛星可以抵達並且環繞四周。咁有一間美國嘅巨型公司咧，就開發咗一個體驗火星見聞嘅智慧視覺工程啊。咁呢個應該係一個新嘅技術嚟噶啦。有啲類似咧，你而家使用嘅 VR 嗰個，即係虛擬戴個眼罩咧，就好似就嗰啲 VR 咁嘅嘢啦。但智慧視覺工程咧係更加身歷其境嘅感覺，咁即係勁過 VR 個 feel 啦。好啦，第18題。結婚率係多少呢？咁佢就咁答，每個國家咧同埋民眾唔太一樣啊，但係大部分嘅國家嘅結婚率係偏低嘅。咁啊，第19題啦，咁啊，房產會泡沫化嗎？唔該晒。咁佢就答啦，我出世嘅時候呢，屋呢唔係一啲貴重嘅物品嚟嘅，即係老人家成日都講呢，以前啲屋呢好貴啊，但係我好難想像。嗱，咁呢個就要反駁佢啦。佢出生喺2020年啊嘛。咁2020年嘅時候呢，樓價依然係好高嘅，佢冇理由唔知樓係貴嘅。咁呢個呢係其中一個破綻。好，第20題，你有冇帶錢嚟啊？
咁佢就咁答啦，冇，因為咧喺2060年呢，紙係奢侈品嚟嘅，一切嘅財富咧都將會變成數字化，能夠喺呢個世界咧用到紙張呢，我真係感到係一個幸福感嚟。好，第21題，聽日派彩係幾多啊？咁佢又咁答啦，我唔會回答呢啲咧，可能會微觀改變個人命運嘅問題嚟嘅。好，22題，你呢個數據係點嚟噶？咁佢就咁答啦，係全球人口嘅統計數據嚟嘅。23題，嗰陣時嘅空氣質量會好啲嘛？我哋係咪第一世界強國啊？咁佢就咁答啦，空氣咧就冇變好，第一大強國咧喺西方嘅。咁第24題，你點知道豆瓣噶？咁佢就咁答，時光旅行中嘅數據探測。咁你2020年出世，咁你知道有豆瓣一啲都唔出奇啊！我哋2024年都知道有豆瓣呢啲嘢噶。好，25題，你出生喺邊一年啊？2020年。好啦，咁即係而家4歲，就佢應該喺上海啦而家。好，26題，出年你就出世啦。咁佢就咁答，旅行嘅法則咧就必須要進入自己尚未出生嘅年代，即係所以2019年之前啦。我喺2020年之前咧會離開呢度噶啦。27題，呢個時候嘅人咧平均壽命係幾多啊？人心普遍咧係更好定係更壞啊？咁佢就答啦，每個國家咧都唔一樣噶。平均壽命咧最高就係澳洲，人心好咧就會更加好，壞咧就更加壞。善良嘅事係有嘅，但係恐怖嘅事係更多。咁即係轉差咯個社會。好啦，第28題，而家你嘅父母喺邊度啊？咁佢就答，呢個係屬於我嘅私人。29，咁你翻嚟，咁你做咗啲乜嘢啊？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窮遊穿梭噶，咁呢幾年可以咁樣操作嘅咩？可唔可以揾到親人，然後咧令某一啲事情發生變化？咁佢就咁答啦，只要我呢個遵循呢個法則咧，我就唔會被發現啦。時間旅行咧係一種特權，我只係因為某一種原因咧，就好似轉咗一個窿，跟住可以嚟咗呢度，但係我唔會利用呢一種事情咧去做一啲非法嘅行為嘅。第30題，點解你要用繁體字啊？我哋簡體字用唔到咩？咁佢就咁答啦，因為咧我一直都係用繁體字嘅，我亦都習慣咗啦，我都可以使用英文嘅咁樣。好，31題，咁你過嚟嘅意義係乜嘢啊？咁佢就答啦，上面已經答過啦。2019年咧係比較特殊嘅一年，亦都係我出生之前嗰一年嚟噶。我嚟呢度咧嚟睇一下，並且咧我想對2019年嘅人咧就俾一啲善意嘅提醒嘅。32，移動通訊嘅技術啊，有冇進步改變咗啲咩啊？以後仲會有6G 啊、7G 啊、8G 啊呢啲咁嘅嘢噶？咁佢就咁答啦，7G 之後咧就唔會再有 G 呢一個命名啦，因為已經到咗另一個階段，時間咧係2048年之後，咁即係2048年之前咧仲係用緊 7G 同埋 8G 啊，7G 啦咁樣咯。33，所以處於當下嘅時空，我哋咧點樣先可以嚟一次時光嘅旅行啊？咁佢就咁答 ，sorry 冇辦法。但係你可以咧微觀地通過改變你生活嘅節奏嚟體驗你時間嘅唔同。時間咧只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嚟嘅啫。咁即係好似我而家錄呢一集咁，我咧放棄瞓覺嘅時間，咁我咪好似嚟咗個 time travel，突然間多咗時間錄一集咯。好，34，咁萬一你喺呢度死亡，咁你點算啊？咁佢嘅答案咧係我唔會死。咁即係佢唔係一個實體咯，即係佢係啦，佢唔係一個實體，但係我可能會被佢哋提前發現而被逼咧提早離開呢一度。OK，好，35，你嘅出生地喺邊一度啊？有冇同你一齊嚟嘅旅行者啊？咁佢就咁答啦。據我所知咧，目前除咗我之外咧，用合法渠道咧係曾經有2個有短暫時光旅行嘅人嚟過嘅，佢哋係嚟自2075年同埋2062年嘅遠東。好，36，交通費貴唔貴啊？啲房價唔高啦，咁乜嘢係最貴啊？係咪人人都買得起樓噶？咁佢就咁答啦。2060年呢，公共交通工具係免費嘅，日常比較貴嘅消費品呢，就係一啲水果啦同埋牛奶，只有有錢人呢先可以食到嘅啫。咁樓呢，就係用極速嘅工具建造啊，除非呢特別富有嘅人啦，佢哋置頂呢係用木頭做材料嘅，一般嘅人呢，都可以申請建造自己嘅屋。咁成本都很廉價嘅啫，哇係就好啦，即係好似嗰啲日本嗰啲廁所呢，就咁啤出嚟，哇咁都幾正喎，咁即係 3D 打印
間屋出嚟，正。好，37，以後最新興嘅行業係乜嘢啊？咁佢就咁答啦。2030年以後呢，會係人工智能同埋跨行業者嘅結合，就係精通人工智能開發同埋編程嘅各個行業。另外遊戲呢，係從2035年開始呢，就進入另一個階段啦。咁我諗2030年嗰啲 game 可能就係啲全息遊戲咯，應該係咁咯。我估全息遊戲即係你可能帶咗啲裝置，跟住你就好似阿凡達咁樣去咗一個世界嗰度，好親身地去體驗嗰啲感受啦。咁跟住又講呢個新興行業咩人工智能同跨行業者結合，其實而家2024已經係咁啦，即係我都做緊同樣嘅嘢啦，係嘛？唔使2030啦。好，38題，我仲活着嗎？咁佢就咁答啦。呢個我唔知道，但2019年嘅下半年呢，就需要遠離南方邊境嘅省份。好，39，南方邊境省份可唔可以具體啲講啊？咁佢就答啦，盡量咧離開呢個尼泊爾遠一點。咁我 check 翻咧，上網 check 翻咧，2019年喺尼泊爾咧真係嚟咗一個好勁嘅天災，咁都死咗好多人。咁呢一個咧又可以話俾佢講中咗喎，即係阿 Trump 當選同埋呢一個即係離尼泊爾遠一點，咁啊有啲道理。好啦，第40題，咁佢一次過問咗3個問題啊。佢就問，點解加入蘇珊米勒豆瓣小組啊？人類可以同機械人結婚嗎？係咪存在全息旅行同埋全息遊戲啊？即係好似阿凡達嗰啲咁啦。咁佢就咁答啦。第一題就係數據分析咧，就帶咗去呢個豆瓣小組嗰度。第二個答案咧就係有啲國家咧喺2048年之後咧就通過咗機械人結婚嘅法案。咁有都唔錯，即係可能解決咗好多道德同埋一啲人情緒嘅問題啦。我估好，第3個答案就係2035年開始咧就出現咗咁樣嘅一款遊戲，咁仲要喺中國添。咁其實中國都幾先進嘅。咁如果係中國去做到先呢，我都覺得係一啲都唔出奇。41，所以海平面升高會導致好多沿海城市消失嗎？即係包括香港啊，我諗。好，佢嘅答案咧就係仲有炎熱啦，同埋地震咧導致嘅塌陷。42題，喺未來邊一啲省份比較宜居啊？咁佢就咁答：2030年以後嘅雲南，同埋2048年以後嘅貴州。43，人類科學發展係點啊？性別平等問題係咪有所改變啊？如果可以，請問你可以用男性同埋女性嚟稱呼嗎？未來有幾多種性別啊？咁佢就咁答啦。人民咧傾向於全球不同文明中揾到一啲共同嘅理論，但係依然係失敗嘅。咁即係呢個性別嘅問題仲係難搞。喺某啲國家同埋地區咧，其實女性係依然存在嘅。而喺另一啲地區啊，女性主義係非常強盛，但亦都導致混亂。男性女性嘅稱呼咧並冇改變，因為機械人嘅婚姻法咧，機械人都係有性別之分嘅。咁其實喺西方社會嗰度咧，除咗男性女性之外咧，仲有啲跨性別嘅人士啦，或者一啲係雌雄同體嘅人士啦，咁佢哋都好想 define 呢一啲人究竟係咩性別。咁呢一啲問題咧係產生咗好多好複雜嘅社會問題嘅。咁可能香港呢啲就比較簡單啦，得男女啦。咁喺西方國家就好多討論。好啦，44，機械人貴唔貴嘅呢？可唔可以製作同真人一樣咁嘅呢？或者訂製我哋想要嘅樣呢？咁佢就咁答啦。2035年起呢，機械人廣泛應用於交互遊戲。喺2038年呢，就會人工智能量化生產㗎啦。訂製咧係需要取得好複雜嘅授權同埋法律文件嘅。喺採購機械人當中咧，少數人會咁做啦，但係大部分人咧都會用於係家庭嘅整理啦、學習啦同埋娛樂安全嘅。45，今年咧目前睇嚟咧都唔係所謂多事之秋啊，能令到今年咧特別引起你嘅注意咧，唔通集中喺下半年，定係一啲關於你嘅私人原因呢？咁佢就好快答下半年，即係2019年嘅下半年就有大事發生啦。46，咩時候機械人可以廣泛應用，就好似手機一樣啊？咁佢嘅答案咧就係2038年，即係我哋仲有14年，咁啊就一屆都係機械人啦。47，全球第一大品牌仲係咪蘋果啊？即係 Apple？如果唔係，係咩領域啊？佢都幾全喎呢個答案。Apple 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就衰敗咗啦。咁咧樓嘅打印公司啊，房屋打印公司、交互遊戲公司、
光學虛擬真實眼鏡公司係未來咧2040年至2050年呢個年代咧嘅3大巨頭嚟嘅。即係講中咗，即係 3D 編間屋出嚟啦，咁交互遊戲即係嗰啲全息遊戲啦，同埋光學虛擬眼鏡，即係取代我哋未來呢個手機嘅 device。好，48，人類克服咗癌症未啊？嘅答案咧就係癌症咧大體克服咗，但係超級細菌咧就冇辦法克服啦。50年代啊，俾人係對人類咧造成一個極嚴重嘅災難啊！即係2050年嗰個年代就有啲超級細菌出現咧，就令可能比呢個 Covid 或者 SARS 更加嚴重啦。49，宗教仲存唔存在啊？人類係咪應該確認相信，除咗科學以外咧，仲存在其他目前咧未認可嘅科學呢？即係譬如風水啊、占卜啊，同埋嗰啲神學。咁佢答案就係宗教咧係仍然存在嘅，但係人咧係轉向研究自身同埋宇宙嘅關係。呢一個我都覺得應該要早啲去研究呢樣嘢，因為宗教咧係一啲人設計出嚟嘅一啲嘢。即係人好容易將信仰同埋宗教撈埋一齊，宗教就係一啲人為嘅嘢。咁佢話要研究自身同埋宇宙嘅關係呢，咁呢個就係一比較偏向信仰嘅嘢咯。咁我鼓勵觀眾們都開始去研究下。好啦，第50，深圳到時候適唔適合生存啊？咁佢答案呢，2030年以後呢，就越嚟越唔適合啦。第51，咁啊有2個問題嘅，可唔可以穿越到更遙遠嘅年代啊？例如以前呢嗰啲封建社會啊，甚至秦唐嗰啲時代。第2個問題，你所在嘅時代啊，最常見嘅犯罪行為係乜嘢啊？呢2個問題幾高質啊！好，答案第一個，數據信息太少嘅朝代呢係唔適合旅行嘅，因為冇交流嘅機制。咁即係我都明嘅，即係嗰個年代嗰啲思想可能好簡單嘅，所以做唔到呢個 connect 嘅行為。好，第2，最常見嘅犯罪行為係數學貨幣呢個偷取同埋詐騙啊！即係而家嗰啲 Bitcoin 咧，嗰啲虛擬貨幣呃錢嗰啲啊。咁之前幾年唔係講緊好多呢啲咯，就係好多人透過呢啲法律啦喺虛擬貨幣嗰度偷晒人哋啲錢，跟住發咗達。好，52，人類嗰陣時啊，可以生存幾耐啊？有冇一種令人開心嘅藥啊？嗰個時候咧嘅人咧係咪好孤獨噶？咁個答案咧就係人喺精神深處咧有一個更深嘅觀能，係與時空之外嘅宇宙咧好緊密聯合嘅。呢個係人類第2次嘅進步，但係喺發生戰爭之後嘅。咁呢一個宇宙緊密聯合有機會就係嗰種覺醒啊，講緊嗰種覺醒。好，53，區塊鏈啊喺嗰方面普及使用咗未呢？以後啊嘅貨幣體系係咪基於 Bitcoin 嘅體系呢？咁佢答案係最廣泛應用嘅區塊鏈呢係一啲邪惡嘅國家，全球大國呢仍然盡量避免呢啲貨幣體系呢係去中心化嘅。哇，幾有骨喎呢句說話。好，54，中國嘅房價喺咩時候開始進入下滑呢？呢個人肯定係做緊投資嘅。咁佢個答案就係確切嘅年代呢，我就唔記得啦。但係喺我記憶裏邊呢，冇好清晰，應該係喺20年代嘅早期，即係2020年嘅早期開始，即係而家咯。咁好似又講中咗喎。好，55，都係問房價一樣嘅嘢，咁唔使理佢啦。56，你係 man 還是 female？ 咁佢答案呢就係喺2060年呢，我係一個男性嚟嘅，但係進入咗時間旅行嘅時候呢，我就唔會再有性別噶啦。好，57，今年到咗2060年，有冇外星人到訪啊？人類會發展出超能力嗎？你嗰個年代呢，仲睇唔睇戲噶？嗰個年代嘅 superhero 有咩超能力啊？咁佢答案呢，佢話唔會發現外星人，但會發現呢從前冇發現嘅生命特徵，係從地底、海洋之下嗰度出現嘅。比起電影呢，我更加中意交互遊戲。咁呢個佢話係個戰爭之前。戰爭之後呢，我哋就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啦。咁係咩階段呢？佢又唔講。咁佢呢度講呢話，嗰啲咩生命特徵呢，從地下、海洋之下出現呢。咁最近嗰個聽證會啊 ，UFO 聽證會啊，都有講緊呢。佢哋見到一啲 UFO 呢，由天上面係沉落個海嗰度，
同埋咧有一個係喺個海嗰度咧走咗上個天度，再同天嗰個 UFO 咧係有一啲聯繫嘅嘢。好，58，人類嘅幸福指數更高嘛？邊一個地區生活嘅人咧會比較快樂啊？咁佢就咁答：如果單單係物質層面嘅幸福咧，喺30年代以前咧，人類都係幸福嘅。如果喺精神層面嘅幸福咧，喺50年代開始咧，人類係進入另一個階段嘅。咁我想問大家，即係如果係你啊，你會揀物質層面嘅幸福啊，定係精神層面嘅幸福啊？你不妨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好，59，請問你最想對我哋2019年嘅人講啲乜嘢啊？另外，請問未來嘅父母、妻子、子女呢啲傳統嘅家庭理論關係係咪仲存在㗎？而家學習各類外語喺未來有冇用啊？以後電影、電視呢啲做夢嘅行業仲存唔存在啊？咁佢就咁答：希望2019年嘅人記得上半年係你哋最美好嘅一年。下半年開始進入動盪，會係人類未來嘅常態。父母、夫妻、子女關係咧，會喺動盪中顯得弱不禁風。好多倫理嘅嘢咧，會因為災難、饑荒、戰爭咧而變得冇意義啦。語言嘅障礙咧，會喺2035年之後咧完全清除嘅。我個人就唔係好同意。我覺得咧，未來呢2年呢，就會出現一啲新嘅技術，或者一啲設備係可以做到即場 translate 嘅功能嘅，咁到時呢，語言障礙應該就會解決咗好多。好，60，魔法有冇被科學證實咗，或者係證實佢係假㗎？其他超自然現象啊，例如鬼魂啊、其他空間啊嗰啲啊，你點睇啊？咁佢就咁答：2050年之後呢，呢啲嘢呢都唔係啲咩奧秘奇怪嘅事。61，如果揀一部2019年之前上映過嘅科幻電影，構想嘅畫面、整體嘅情況最似你而家講嗰個年代，會係邊一部電影啊？咁佢就答：近乎沒有。62，你所在嘅年代啊，人哋係點樣去看待自己生活㗎？令人覺得呢個社會係向上揚發展呢，定係向下退後？你哋嘅時代有啲咩對未來可預見性嘅判斷啊？咁佢嘅答案咧就話：你哋問得呢個問題問得好好，我哋係人類歷史嘅依賴，空前注重發展內在文明嘅時代。因為好多嘢咧喺戰爭之後咧，就好似咧揭開咗神秘嘅面紗一樣。對於真實宇宙咧，其實係達到鼎盛嘅。人類咧因為苦難咧而轉向真實嘅意義，就咧我個人認為咧係進步嘅。未來我哋咧會進入咗另一個全新嘅階段，最終咧達到一種萬有歸一嘅階段。哇！呢個勁喎，如果係咁，呢個歸一真係勁。63，2048咧，你嘅回答裏邊有好多一個咁樣嘅年份，咁請問嗰一年係咪好特殊嘅一年啊？跟住佢嘅答案係話係，唔單止對中國，對全球都好特殊，即係2048年有一啲好大嘅轉折對於呢個地球。咁64題又係問戰爭係幾時？咁啊第7題已經答咗啦，所以唔答啦。65，旅行者，你哋都要瞓覺嗎？咁佢答案就係呢：陽光即將離去嘅地方呢，係我旅行開始嘅地方；月光照射嘅地方呢，就係我停留嘅地方。我嘅旅行呢，係唔限於喺呢一度嘅。咁即係講咩呢？即係夜鬼咯，一句咪答完咯。好，66，你仲有選擇其他溝通嘅軟件嗎？邊啲行業會消失啊？邊啲行業會一直延續啊？信息高度發達嘅社會，工業發展係點呢？今年下半年會發生多少影響深遠嘅大事啊？主要係邊幾個月啊？咁佢就答啦，除咗呢度，我冇選擇用其他嘅溝通機制，我有一啲個人嘅原因，但係呢啲係我嘅私隱嚟嘅，即係我講笑啊，即係佢個 account 俾人 blacklist 咗，所以得豆瓣侵去玩啫。好，67，機械人會發生暴動嗎？咁嘅答案咧就係喺我所在嗰個年代呢，係未發生過機械人自主攻擊人類嘅現象，但 LAWS 嘅組織，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咪未來先會發生，一直堅持危機嘅存在，即係一啲權威嘅人出嚟就會講機械人係一個威脅。咁雖然事實冇發生過，但係一路去製造呢一啲輿論，令到機械人可能唔係好受歡迎咯。我估咁咯。好
好68，好想知道2030年後我哋仲能夠自由到其他國家旅行嗎？出國留學會唔會受到影響呢？拜託你覆我啦。咁佢就答啦，2030年以後呢係可以嘅，但係喺2048年以後旅行同埋留學呢將會係冇意義嘅。哇，好期待呢個2048年發生咩事啊！好69，2060年有咩係好稀缺嘅？咁嘅答案呢，按照現在嘅物質衡量呢，2060年所有物質都係稀缺嘅。哇，好大鑊喎！好70，喺嗰個時候啊，網絡仲需唔需要？喺嗰個時候啊，上網咧仲需唔需要翻牆嘅？咁個答案咧就係 WiFi 衛星咧全球普及之後咧，翻牆就唔存在啦。喺我年少嘅記憶裏邊咧，就冇咗翻牆呢樣嘢啦。好71，咁到咗你嗰個時代啊，仲有冇專門嘅老師嚟教育小朋友噶？仲有冇學校存在噶？咁咧答案係存在嘅。好72，咁我哋而家做啲乜嘢去預防或者注意啲乜嘢呢？累積啲乜嘢能夠幫助到以後嘅我哋嘅本身啊？咁佢就咁答啦，需要咧擴闊咧喺內陸揾到合適居住嘅地方，因為極端氣候咧會導致好多城市無法生存嘅情況出現。73，你會愛上2019嘅人嗎？佢就答啦，我嘅太太咧就喺2019年出世。喂，識講嘢啊，答得好好，好浪漫。74，日本福島核輻射啊，喺呢幾年嚟帶嚟啲咩影響呢？做過近視手術嘅人啊，2060年仲好冇㗎。咁佢就答啦，日本會有更大嘅地震，冇得唔遷都啦呢一鋪。咁樣另外下一個答案就係30年代智能眼鏡植入眼球呢，就改變晒生活啦。咁可能咩近視啊嗰啲嘢就冇晒啦，同埋眼睛嗰個功能應該係你睇 Marvel 嗰啲咁啦。好75，我想問豆瓣還存在嗎？答案2060年不在了，但數據還在。我相信呢啲科林嘅嘢呢，我諗10年之內呢，佢會變咗一啲好唔同嘅嘢。即係 AI 出現之後呢，你預咗好快就會經歷一啲外星人幻想世界會出現噶啦。好76，你係咪台灣人啊？用繁體字？咁佢就答啦，我唔係。好77，請問中國咩時候能夠同性戀合法化呢？咁佢答案呢就係全球戰爭嘅同一年。咁係咪即係2048年啊？即係仲有24年，等下啦。好78，第二次冷戰中國輸咗嗎？佢答案呢就係持續了30年。79，精神病係咩嘅一回事啊？咁佢就咁答啦。50年代以後呢，人類發現咗精神只係一個器具，容易受到各個率嘅影響，即係嗰啲 frequency 影響啊。呢個係一大嘅發現。咁即係有機會未來呢，有一啲 frequency 出現咗之後呢，你聽完之後你就會正常翻。好80，美國喺嗰個時候居住生活環境仲好冇啊？仲係咪第一大國啊？咁嘅答案呢，美國係戰前最後一個帝國，歐盟係戰爭決定嘅因素，中國同印度呢將成為東方嘅另外一股嘅勢力，即係中國同印度變咗 friend 咁勁？咦，有啲期待啊！好81，話俾我聽而家行程適合炒股嗎？好，答案喺我青年嘅時代呢，全球股市喺1個小時之內全部失去意義。哇，正喎，我都想睇下。好82， 2060年社會學呢門學科喺中國發展點樣啊？咁佢就咁答啦，社會學係失去咗意義。83，未來邊個行業發展更好啊？大家係咪都係飲奶茶？火鍋你仲食唔食噶？明星仲受唔受追捧呢？邊個城市發展最好啊？呢啲好地道嘅問題啊，幾有趣。咁佢就答呢，有啲奶茶係奢侈品嚟嘅，火鍋呢，喺2048年之前呢仲成日食嘅。有趣有趣。好84，又問啦，你係咪台灣人啊？點解你打繁體字啊？咁佢忍唔住答啦，我喺上海出世嘅。好85，一邊話2019年係自己出世嗰一年，一邊咧又話自己出世嘅時候呢啲樓唔貴嘅，咁即係出年啲樓就好平啦。即係佢2020年出世啊嘛，咁佢就咁答啦。我唔係好關心樓呢樣嘢，我只能講一個印象，到咗2020嘅年代，樓就開始唔值錢啦。咁啊，大家拭目以待啦。
好，86最流行嘅全系遊戲叫乜嘢啊？係咩類型噶？咁咪就答啦，簡稱 OS 懷舊主題。我唔識，有冇啲打機嘅人可以答到我呢個問題啊？簡稱 OS 懷舊主題，咁即係咩啊？好，87未來係咪再用手機噶？如果唔係，你邊度揾到部手機啊？即係佢講緊呢，你唔用個手機上豆瓣留言，即係你點樣同我哋傾偈咁樣啦？仲有啊，你做咩用簡體字啊？咁樣，咁佢就答啦，時間旅行嘅交流機制呢，好難同過去嘅你解釋啊。繁體字呢，只係一個語言嘅勾選嗱，咁呢一個係一個暗示，可能就係佢用緊嗰個 translate 嘅 device 去做緊一啲嘢。好，88第三次世界大戰打咗未？佢就答啦，打咗，即係2060年之前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打咗啦。好，89以後仲有婚姻制度嗎？可以娶幾多個老婆啊？咁咪就咁答啦。中東地區仍然延續去實行呢一樣嘢嘅，咁即係其他唔使啊，我都唔知喎。好，90請問你想對2019年嘅人提出善意嘅提醒，但係我睇晒啲貼啦，都冇見到你提我哋啲咩喎。咁佢就答啦，如果冇咩意外發生呢，我會留喺度直至到2019年嘅12月31號最後一日先走嘅，我就同你哋一齊去見證即將會發生嘅事。好，91 2020年至2030年會覺得好艱苦嘛？佢就答有啲國家係，鬼唔知阿媽係女人。92現在學小語種仲有冇意義啊？咁佢就答啦，希臘文或者希伯來文會比較有意義。好，93請問 TFBOYS 解散了嗎？咁可能係一啲國內嘅一啲好流行嘅組合啦，或者偶像啦。跟住佢就答啦，無不散的筵席。廢話。好，94你嘅穿越已經改變咗未來，所以我哋擁有嘅係一個唔同嘅未來，係咪啊？咁佢就答啦，我嘅形態同你理解嘅穿越並唔一樣，所以我唔會改變未來，並且唔會有人真係相信我，但我會喺呢度提醒我想提醒嘅嗰個人，直到幾十年後對他造成影響。好啦，呢度有一個女性嘅她，咁佢太太呢就係2019年嗰度出世，咁應該呢，佢就係喺呢一度留言，就係想提醒佢嘅太太啦。好，95你係嚟傳教噶嘛？佢就答唔係。咁96同其他問題重複啦。97你嘅穿越亦都係平衡宇宙嘅理論嗎？如果你話唔會造成改變未來，咁未來有平衡宇宙嗎？咁佢就答啦，並冇平衡宇宙，只有時間嘅觀察者。咁即係咩呢？好，98樓主好高興咧，能同你相遇喺豆瓣。我相信呢，自從睇到呢一個貼之後呢，呢個就係唔平凡嘅一日嘅開始啦。好榮幸呢，能夠同你一齊見證不平凡嘅2019年嘅下半年。有幾個問題呢，係想同你一齊探討嘅。第一個問題，2060年物質匱乏，犬戒主義是否大行其道呢？第二個問題，2060年人類更注重內在探索同埋人同埋宇宙嘅關係啊，呢個咧同好多宗教嘅內在哲學咧係不約而同。咁係咪意味住宗教嘅創建者啊都有可能係時間嘅旅行者呢？第三個問題，2060年啊，人類已經可以太空探索啊，咁樣係咪有發展太空資源以解決人類物資匱乏嘅局面呢？做一個宇宙資源嘅掠奪者嘅發展方向呢？咁佢就答啦，2060年嘅人呢係變得充滿敬畏，對眼所不見嘅世界呢有更多嘅探索。物質呢近1000年以嚟呢係最被輕視，即係呢1000年嚟可能2060年嘅人對物質嗰種需求係最少嘅。好，99中國喺第三次世界大戰處於咩位置？係咪有戰隊啊？咁答案呢係與美國、歐盟、以色列對抗，咁咧但係就與中東同埋印度去聯盟嘅。咁我睇下係咪咁樣啦。好，最後一個啦，100條，從 5G 到 7G 用咗29年，咁佢就答啦，冇錯嘅。咁後者咧係比前者複雜嘅，咁即係意味住 5G 同埋 7G 嘅嗰個技術咧，可能係分別係極之大。好啦，其實佢仲有好多個呢啲 Q&A 嘅
嘅答案，即係好似係有超過250個左右咁樣啦。咁但係呢，我哋而家就睇咗100個啦。咁我唔知你點睇。咁我個人呢，我就覺得未來人即係嗰啲形式咁樣嚟，我又覺得好似比較弱咯。我覺得呢啲好似預測多過真係知道咗嗰件事發生，再翻嚟過去展示自己我係一個未來人嗰樣嘢，即係呢個說服力比較低。我覺得譬如果我係一個未來人，我嚟到過去，如果我能夠將幾時幾分幾秒邊一日邊一度會有啲乜嘢出現發生，咁而嗰樣嘢100% 去實現嘅，咁呢啲說服力就好高啦。咁又話咩驚咩違反嗰啲過去嗰啲守則啊嗰啲嘢，咁你可以揀一啲唔係咁複雜、影響性冇咁高嘅嘢去證實都得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就覺得未來人呢樣嘢都幾有趣，最多只係呢一個人去比較多時間去研究時事啊，睇好多資料啊，跟住就去作一呢啲嘢出嚟，就同大家開心下咯。咁呢，通常都係咁啊！你咁高調走出嚟呢，就實有人呢去 challenge 你啊，或者起你底啊咁樣。咁呢，就有啲網民呢，就睇完佢啲評論之後，即係佢嗰啲問答之後呢，就推斷呢個 KFK 啊，佢個真人本身呢，佢應該係一個男仔嚟嘅。咁啊，大概19至22歲嘅可能性好高。咁啊，大概應該係中產階級偏下啦，係文科仔嚟嘅，即係覺得佢嗰啲理科嘅嘢好渣嘅，係個文科仔嚟嘅。咁亦都有網友呢，透過自己嘅調查解釋之後呢，就推斷呢個 KFK 呢係同呢個豆瓣啊呢個 forum 裏邊其中一個用戶叫 JC 嘅身份係相同嘅，而佢亦都透過呢個 JC 呢個 account 呢，再去刮嗰個真人究竟係咩嘅。佢最後呢，就揾到有一個人嘅名叫做張浩文，係住喺上海，但係嚟自台灣嘅作家嚟嘅。咁所以佢哋就咁推斷就係起咗呢個底，抄咗呢個 JC 同埋呢個 KFK 係一個相同身份之後，而得出咗呢一個 account 擁有嘅人叫張浩文，係一個台灣嘅作家，而家咧就住喺上海，咁都幾拎噏到喎咁樣。咁我唔知呢個 KFK 係咪就係張浩文啦？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，呢一個未來人 KFK 就比較水分就比較高，咁反而咧喺我以前研究一個咧叫 John Peter 嘅人咧，咁嗰個就勁好多啦。即係起碼佢有講時光機啦，有一啲科學嘅理論啦，亦都即係佢嚟到咧要買一部舊嘅 IBM 嘅電腦，就係因為佢有一啲曲要解決，而佢嗰個時代咧係冇呢個技術，佢就要翻嚟揾呢一樣嘢。同埋入邊佢有好多科學同埋好多哲學嘅理論咧係好前衛嘅，咁所以呢個 John Peter 可能仲說服力仲高。咁John Peter 可能未來我都會做一集係 detail 係去講呢一個人嘅事。咁但係呢個 KFK 咧就大家輕鬆下聽下就算啦。咁啊，今集就大家輕鬆一下，而忙碌又病緊嘅我，可能你聽緊就知啦。去到呢一集中後段，我把聲就開始又無咗啦，所以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。咁但係又唔想大家等太耐，咁啊出住呢當半集先啦，好冇？好，咁今集呢，我哋就去到呢度啦。好啦，今集又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，就請俾個 like。如果你想有下一集嘅，就請你 subscribe。歡迎你留言同我傾偈同埋討論，我睇完係會覆你哋嘅。歡迎嚟到10點解密，大家好，我係 Air，我哋下集見。